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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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事还能回味。今天再次邀请到歌坛资深的老艺人，谢江又来了。谢江你好，少哥你好，少哥你好。首先听听当年的谢江灌录的一首歌，叫《荷花香》，有歌听了吗？ 唱得怎么样？不错，但听起来广东音很重哦。本来呢，这首歌呢是广东歌来的，我就把它改成了这华语歌曲。难怪我听起来是荷花香新月上，三月嘞。哇，不怪的啦，荷花香新月上，哇。 你真的敢死哦！敢死才有观众嘛！对。哎，谢长，听说以前你是一位很出色的司仪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当年呢，在马来西亚司仪里面呢，除了李少平之外呢，最佳司仪就是我谢江。最佳司仪是你。我们金马夜总会呢，曾经聘请过一位来自香港的歌影视红星，谁？陈秋霞。哦。 陈秋霞小姐呢，在我们夜总会曾经做过生日，我当司仪的哦，有相片为证的哦。哎呀，真的啊！不要开玩笑。哇，当晚啊，来了很多社会名人啊，来捧她的场。哇，当年陈秋霞还庆祝生日哦。到最后呢，她还嫁给一个钢铁大王。哇，从此以后呢，她就相夫教子。 退出歌坛。80年代还有什么女明星来过啊？你有没有听过一首《叉烧包》这首歌？叉烧包，谁爱吃钢珠龙女？叉烧包，当然有了，这那你说这不是演唱者是谁吗？是不是庄宪忠啊？撞你的头啊，庄宪忠！他是我们香港一位艺人呐，叫做张中文啊！对，张中文，性感女神，喷火女郎。中文她的头发型啊，独创一个。 把头梳在一旁啊，你说的对哦。当时呢，他有告诉我，他的耳朵呢有一点缺陷，所以呢，他不敢告诉别人。哦，难怪他把头发梳向一边遮住耳朵。对了，哎，他还在吗？他在，我就不敢告诉你喽，因为他呢，去年在82岁之前呢，在美国去世了。哦，已经去世了，对喽。 哎，当年那个时代，男歌星有谁啊？当时男歌星呢，新加坡有一位叫苏云。苏云我知道，以前李医生前唱他很多歌的。哎，告诉我那我爱他，告诉他我爱他。哇，写得好听。我在香港呢，有跟他同台演出过。你不相信啊？果然是有相片为证的啊！我有相片为证哦。真的往事还能回味啊，好啊。少林啊。 你当年有没有听过一首叫做《今天不回家》这首流行？当然有啦，姚苏蓉的嘛，猎鹰歌后。姚苏蓉当年在国家体育馆的时候，最佳司仪就是我。哇，真的啊？以为假的？有相片为证的。一流。哇，这样你真的很多微水史哦，外水洗哦，3天3夜都讲不完哦。 刚才爱谁洗到了嘛？哎，我们下次再聊吧。好的，哎，节目最后啊，你再露一手你写广告的风采好不好？没问题啦。好，少水，来吧，来呀。
我老3个脸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嘞，抢走还有抢走走哎，往事还能回味。